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arah 李慧詩，前香港單車隊運動員。每個青年背後都有一個等待被理解嘅故事。金鐘扶輪社賽馬會無毒青年有出路計劃，相信每個青年都可以創造改變嘅機會。我哋會陪你重建信心，開展無毒新一頁。每一位青年都值得有一個重新出發嘅機會。金鐘扶輪社無毒青年有出路計劃，陪伴青年遠離毒品，建立自信，走向健康、正向、無毒嘅人生。青春可以有另一條出路。金鐘扶輪社無毒青年有出路計劃，陪伴你遠離毒品，重建自信，發掘潛能，令你一步一步走向健康、正向、無毒嘅人生。